台中东市的客家庄有一间老医院，虽然现在已经没有在营业了，但是老医师的孙女透过了设计，把医疗器材改装成了生活用品，像是手术台变成了咖啡座，烧杯变成了电灯等等。11节的感动时刻，今天带您来探访。台中东市的东海医院走入历史，但是客庄医院里的点点滴滴，徐景婷让他透过创意设计保留下来。这个的话是那个针筒，然后你可以放几本书啊，不一定是吃药，所以就是可以放几本书这样。以前装药的药包变成购物袋，而眼球骨骼的图片原本是挂在老医院的墙上，现在变成马克杯上的主题。医院用的试管，经过他的巧手，也大变身了。那我把它重新设计，然后换了一个材质。以前是放像鸭舌棒这样子的，然后现在变成就是可以放文具，可以当笔筒啊，然后你可以放剪刀啊，就是放一些工具在里面。看到的这个灯，是在以前医院急诊室用的那个无影灯。徐景婷说，她的爷爷跟爸爸经营东海医院一甲子，而这些医疗用品要丢弃相当可惜，所以灵机一动，手术台变成了工作台。除了手术台引人瞩目，原本医院常用的烧杯装上灯泡变成电灯。台湾空中的天府以前都医院都用玻璃器材。那这个材质其实本身很好，就是它可以耐高温，所以我们把它做成灯，或者是刚刚看到的咖啡杯，其实都是非常实用的。徐景婷让医院设备有了新生命，而在客家庄长大的她，创作里也有客家的影子，像是这个手机座也有故事。客家人就是会做那种板条啊，或者就是像你看到那种板字类的。那他需要把那个米磨成粉，然后最后装在米袋里面去把水挤出来的那一件事情，把这样的一个概念，最后我把它放在我的这个设计里面。徐景婷用趣味的方式，让经历生老病死的工具变了模样。从设计出发，让相关产品不再有消毒水的味道，甚至有的还能飘出咖啡香。虽然他没有学医，但他用设计继承父亲的意愿。手术灯下，午后的慵懒取代分秒关键的高压。烧杯里甘醇的咖啡，仿佛诉说着客家子弟用创意延续悬壶济世的感动时刻。